全程只需要撈一撈就可以輕鬆搞掂，可以原地啜攤嘅桂花奶香芝士豆腐，冰涼綿密，入口即溶，真係好正㗎。煲到倒入500毫升嘅純牛奶，3克嘅乾桂花，中細火煮到佢暖暖地嘅時候，放入一片原味嘅芝士，唔需要煮到佢大滾嘅，可以料溶片芝士就得㗎喇。冚蓋焗佢5分鐘度，焗出啲桂花香味。呢個時候我哋嚟浸吉利丁片。我用開展藝嘅呢一款凝固力好好㗎，10克就夠啦，啱好係2片，盡量用冰水嚟浸泡，咁樣冇咩損耗。等啲牛奶液降溫到40-50度嘅時候，放入啲浸腍咗嘅吉利丁片，稍微撩一撩佢就會完全溶晒㗎啦。跟住過篩到啲平底嘅容器度，放喺冰箱保鮮層雪佢1-2個鐘就會凝固成凍㗎啦。奶香芝士味非常之濃郁，爽爽嘅質地入口即溶。根據自己嘅口感再淋返啲桂花蜜，係咪好簡單呢？講得咁詳細都睇到呢度咯，點個讚鼓勵下，你都嚟試下啦〜